歡迎收睇節風暴消息。首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大致晴朗嘅天氣，而驟雨喺廣東西部沿岸。喺正午12點，熱帶風暴麥德姆集結喺南寧之西南偏西約1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廣西至越南北部內陸並逐漸消散。睇下大旋路徑圖，麥德姆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5公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表示火災性頗高。現時溫30度，相對濕度74%。預測下午部分時間陽光及炎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數日大致天晴，持續熱。高空反氣旋會喺未來數日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及持續熱嘅天氣。預料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喺本周中後期影響菲律賓以東至南海中部一帶，並喺周末驟速初逐漸靠近南海北部及華南沿岸，該區驟雨增多。此外，熱帶氣旋麥德姆會喺今日橫過廣西至越南北部內陸，並逐漸消散。今節嘅風暴消息報完畢，多謝收睇，拜拜。